Thermistor 嘅設計係可以獨立更換零件，有任何故障或問題，可以聯絡獨立授權經銷商。無論如何都唔可以自行嘗試更換零件，或者打開機器。自行維修可能會導致失去保養。但係有兩種情況，用戶可以定期自行處理，以確保機器處於最佳狀態。你嘅 Thermistor 有一條自動除舊嘅高效能加熱棒，加熱棒會喺加熱嘅時候膨脹，加埋外面有一層特別嘅塗層，可以令到水垢脫落入去蒸汽鍋裏面。CARE 呢個字會定期喺你部機嘅顯示屏出現，你可以定期做例行嘅清潔，但係之後你要清理走蒸汽鍋裏面嘅水垢殘留。咁可以點樣做呢？首先要閂咗你蒸汽機嘅主電源，然後等佢完全冷卻。我哋建議最少等5個鐘頭，之後就加水入你嘅 Thermistor， 然後喺機底放一個細盤。你亦都可以將部機放入去廚房或者浴室嘅水槽內，然後用隨機附送嘅6角匙打開蒸汽鍋底部嘅排水蓋，將所有有水垢嘅水完全放出嚟，輕輕搖下部機都可以幫助排水。千祈唔好將 Thermistor 倒轉，因為咁樣你會有機會將水垢倒入閥門入面。當蒸汽鍋放晒水之後，就將排水蓋鎖返好，然後重新加水入你嘅 Thermistor。按開關掣需要大約2至3分鐘，等機器響後面嘅水箱泵水到蒸汽鍋裏面，直至完全加滿水。除垢完成之後，你部機可以再次使用。喺 Thermistor 開住嘅時候，按住開關掣大概10秒鐘，去清除顯示屏上面嘅 CARE 字，咁樣呢個字就會消失，直到下一次需要清理蒸汽鍋嘅時候再出現。第二個你可以自己處理嘅功能就係重置2號計時器。1號計時器係你無法重置嘅。要重置2號計時器嘅話，首先閂咗部機器後面嘅主電源開關，撳住2個箭嘴掣，同時開住機後嘅主電源開關，咁樣個數值就會重置為0。